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ble 10月份天蠍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天蠍座10月份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有啲天蠍座中意一個對象已經好耐，而對方可能根本唔知道你嘅心意，甚至而家可能同你分隔兩地嘅。不過你就一直默默咁樣付出，好想用行動去到表達自己嘅感情，而且你都係冇覺得委屈，因為呢啲都係出於你嘅真心。但係你身邊嘅人咧就可能唔理解，覺得你太過沉迷或者太過投入。不過你都係會選擇無視㗎。甚至你會寧願同佢哋保持距離，都會想堅持自己嘅選擇。有啲天蠍座心入面可能仲有一個放唔低嘅人，咁你同佢可能係曾經拍過拖、曖昧過、發展過嘅。你內心其實仲有一種失落，有時都會仲好掛住呢個人同埋以前嘅回憶。咁雖然我見到你而家生活唔差，甚至感覺好自由，咁可能而家係單身嘅，但係你就好似仲係俾人困住咗喺過去咁樣啊！你會不斷諗翻起以前嘅事，甚至有時會覺得好似仲有機會。不過其實好多嘢都係只係你內心未真正釋懷咋。咁到最後，我見到有啲天蠍座而家係喺一段唔對等嘅關係入面，咁你同佢可能係拍緊拖，又或者係有個對象發展緊，不過就未有正式嘅名分。咁你會覺得好似要等對方施捨咁樣啊，例如係要等佢得閒先可以見面啦，又或者要睇佢心情先至會同你講嘢咁樣。咁你一直都會相信自己，只要忍多啲，努力多啲，咁可能將來係會有開花結果嘅一日。但係去到今個月，你開始會猶豫，唔知道呢段關係係咪真係有將來，個心好糾結㗎。但係你同時又唔會捨得而家就離開。咁不過我會見到短期內呢一個糾結係會繼續存在，而呢一段關係唔會好快有突破㗎。咁天蠍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